男厕所。兄弟，你继续啊 ！I'm sorry, very sorry。哇，宝贝儿，太爽了！娘娘，您这几天为什么总爱称呼我为宝贝儿啊？宝贝儿呢，就是对自己喜爱的人的昵称，证明你是我在这后宫中最贴心的人。娘娘，你这样说，奴婢好感动啊！你这么漂亮，我不喜欢你，喜欢谁啊？圣宁宫李公公求见。李公公，请。太子妃娘娘，太后在延春殿设宴，为太子接风洗尘呢。太后特地让奴才过来，请娘娘过去呢。为太子接风洗尘。齐胜回来了。这身衣服真好看。那当然，特别衬你的肤色，我挑了好久的。太子肯定喜欢。哇！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乱花渐欲迷人眼了。不错，真是不错呀！可不是嘛，娘娘。他们呀，有的从3个月之前就开始减肥，还有的呢，天天吃木瓜炖猪脚，就指望太子爷在人群中多看他们一眼。黄兰元，胸太大，雷巴大的大屁股，王祖贤的大长腿，盖好哟。这个也不错呀。好可爱哦！娘娘，齐胜怎么能把这种货色也留在身边？简直是重口味！娘娘，您这怎么了？以前没见您跟他们这么亲密啊！您忘了，上次您还命人责罚王昭旭20大板呢，他到现在都记恨您呢。啊，有这回事儿？哎呀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几十年后，还不是一起去跳广场舞？再等一会儿。妹子，好吧。太子驾到！太子来了。好帅啊！太帅了，太子。齐胜他竟然对我张开双臂，他这是几个意思？难道啊，求拥抱？这么多人，不抱他，不给面子。抱一下。辛苦了，兄弟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娘娘，我穿的这么美，都还没更衣。太子。如此就等不及了。娘娘，太子，
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要更衣啊？奴婢刚准备说您就抱上去了。谢谢谢谢。娘娘，跪着，跪着。来，喝酒。不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天气变暖，冰山脸遇到和煦的春风开始融化了。不过是在皇祖母面前演戏罢了，何必如此认真呢？圣儿，看来这次江北的反省还是不错的。看到你和鹏鹏相处融洽，我就放心了。家事安稳，才能治理好天下，这个道理你懂吧？皇祖母教训的极是。来。赵王，你这顶绿帽子，无论从款式还是花色，都做得极为精细。这是宫里哪位能工巧匠做的呀？回太后的话，此顶绿帽子是选用西域的上等绢绸，特意请江南的裁缝做的。不错，回头让这位裁缝给你三弟也做一点。好的。将来赵王那绿帽子找人做好了，你可千万别戴。何出此言？所谓人间不拆，具体原因你也不要管那么多了。总之，那绿帽子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为何总是胡言乱语？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哀家要回去护理皮肤了。恭送太后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这对狗男女在做什么呢？你们就是这样欺负赵王的吗？哎呀，别人媳妇的事儿，我是再也不想管了。齐胜，我更是管不着了。九王驾到！好帅呀！九王，太帅了！九王。刚才进来那人谁啊？救您性命的九王啊！
私底下和齐胜关系如何？见面就掐。我上次出宫不小心撞见九王了。三哥，从江北回圣都路途辛苦，我敬你一杯，当做是给你接风了。三嫂，三嫂素来性情豪爽，酒量更是不在话下，可否给本王一个面子，和本王干上一杯？啊，不就是一杯酒吗？放下。就一杯酒，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。来人，给我和九王拿酒碗来，再来5坛酒。是。九弟，你三嫂虽是性情中人，可毕竟还是女流之辈，厅堂之内与男人对饮，毕竟有伤大雅。不如我替你三嫂干了吧。九弟，你也干了吧。贵圈太乱了，我撤了。太子赢，太子赢。你先在这候着，里边有鬼。你到底什么鬼？这的确不是男厕，看来这次是我走错了。哎，算了算了。针对这2次厕所惊魂事件，就当我们达成了友好合作共识，以后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我也算报了你的救命之恩了。三嫂尽管放心，不过，本王实在是不解，上次为何会在青楼那种地方遇见你呀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有些公事啊。迫不得已才在那种地方商榷的，并非你所想的那样。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，我竟无言以对。那日杨言也在啊，不信你可以问他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又不关心那个。再说了，男人嘛，去那种地方很正常，我懂的。啊？丽丽，丽丽。大半夜的约我来这儿，宝贝儿，这大风天的，是要跟我那个呀？你丫谁呀？喂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小美女啊？嘘！哎！僵尸，哎呀，这晚上穿一身白，明晃晃的一坨，太吓人，跟小倩一样。哎，那男谁啊？
你仔细看清楚啊！原来绿篱把我约出来，不是要跟我约会，是让我过来捉奸。啊西吧！那日延春殿中，你对姐姐的态度和从前很不相同。你是否对她生了情意？我对她，我和张鹏鹏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只是皇祖母在场，我要对她稍作体贴些。那为她挡酒又是为何？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。我只是想借机让九王下不了台。你曾经说过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可曾记得？当然。别忘了与我兑现此言。哇，我好冷。我也觉得有些冷。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。你不是冷？哎呀，人家姑娘说冷，你就该把外套脱下来给人家披上呀。哎，啊，有桂花糕，要吗？哎，不要，自己吃吧。哎呦我去！太子殿下，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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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手。你先回去吧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是来这里看月亮，你信吗？回去，禁足。凭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看星星看月亮，我就要禁足啊？娘娘，我的衣服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别走啊！娘娘，娘娘，我的清白，我的名誉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饿死了，饿死了！来个牛肉汉堡，烤2个大腰子，饿死我了，饿死我了！你到底谁家熊孩子？上次你可把我害惨了。见过娘娘，在下就是当朝大将军杨玉之子杨延，此次奉九王之命，特地来拜访娘娘。浮夸，浮夸是谁啊？对了，娘娘吃鸡。这得几年没吃肉啊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哼哼，此乃本公子的独门绝学之飞檐走壁。嗨，嗨，哎呀！得知姐姐落难，特地给姐姐雪中送炭。叫谁姐姐呢？啊，叫谁姐姐呢？叫谁姐姐呢？叫谁姐姐呢？啊，我们才见过2面，在彼此不熟悉的情况下叫姐姐有点不合适吧？姐姐，咱们见过3次了。那次在春家花月夜，我与你有1面之缘，只不过那个时候你不认得我罢了。那日果真你也在啊？
可见你与那酒王的夜生活是有滋有味啊！姐姐误会了，我们是为了公事才去那儿的。我和酒王都是洁身自好之人。哎，不用遮遮掩掩的，我还会在乎这个吗？嗯，下次去的时候记得叫上我。姐姐真的误会了。自从上次在春家花夜夜见到姐姐，别说酒王总把您挂在嘴边了，连我也时常记起您那飘逸的秀发。还请姐姐别误会，您在我心中就是那冰清玉洁的观世音，万花丛中的花仙子，从天而降的七仙女。玉姨，来一盘桂花糕。娘娘，您不是说饿死也不吃桂花糕吗？又不是给我吃的。让你男女不分，我就不信我堵不上你的嘴。来吧，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？管够。谢谢姐姐。嘿嘿，别客气，再来一个。好吃吗？再来一块。哎，这块也不错嘛，很漂亮啊。哎，好嘞。张嘴张嘴。哎，好。好吃吗？还要啊？来。娘娘，他会不会噎死啊？水，给我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吃桂花糕了，我再也不上树了，我再也不敢游水滑蛇了。在下先行告辞了啊，走了啊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我走了啊，走了。娘娘，刚才要不是奴婢拦着您，你可真有可能创造历史上又一大酷刑呢。如何？我再也不吃桂花糕了。它和齐胜的关系，是没有机会探出来。不过我差点死在那儿。如此，本王便不再派你去探太子妃了。别，九哥，我是闹着玩的。我就喜欢太子妃那样的性格，多有活力呀！我觉得她像是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，一点儿也不像别人口中所说的不受宠的怨妇啊。这样说来，太子妃是找回了一些儿时的影子。哎呀，肚子疼。哎呀，出来了，脑力一少。我说宝贝儿，我这刚来感觉，怎么又堆起眼儿了？娘娘，奴婢没玩过这个1、2、3木头人，要不然我们重新玩吧。算了，不玩了，无聊。那要不我陪您下棋？你说你们这是古代啊，又不是原始社会，怎么能一点娱乐项目都没有呢？那我给您唱小曲儿。宝
宝贝儿，把手给我。太子殿下，说，太子妃娘娘宫殿那边聚了许多人，娘娘正什么？奴才也不知道娘娘正在做什么，您要不要也去看看？年底女儿节，我会陪你一起回尚书府。那不是回我家？是。到时候你全家上下都会出来迎接我们。我能不回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是齐家的人了，所以现在我一点都不想回娘家，我也没有回去的必要。你如此抵触归宁，可是因为害怕什么东西？怕？我怕什么？你可知道此人是谁？这是你母亲范氏。啊，绿莲！哎呀，绿莲，快！哎呀，娘娘，我的头又开始疼了。太子殿下，自从娘娘上次无辜落水之后，就犯下了头疼的毛病。别装了，哥这种神演技，竟然都骗不过他。给你3天时间，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。啊，行了。我到底该怎么向齐胜交代呢？到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太子殿下。说。我说，我是西王母的第7个女儿，也就是七仙女。那天我和姐妹们下凡，忽然我看到一个英俊的书生。斩！这个故事不行，得换一个。如实招来。太子殿下，你可曾记得那一年你南山狩猎，救过一只可爱的小白兔？那只小白兔化作了人形，来到了人间。他发誓，他一定要向他的救命恩人报恩。斩！斩！斩！不要！萨瓦迪卡，太子殿下，这是我特地托朋友从马来给您运供过来的水果，叫榴莲。榴莲是水果之王，绝对配得上您的95之尊。这个水果虽然闻起来臭臭的，但吃起来特别像臭豆腐，越吃越香。废话少说，说你该说的。话说，
在公元2015年，也就是从现在算起过了很久以后的某一年，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张鹏。此人参加了一个轰趴晚宴，这个晚宴里有一个大池子，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扑通掉进了水里。你说，他是救了，还是没救？那必然是救了。猜的没错，他的确是跳下水去救人了。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？太子殿下，你可猜得到？被救上来的女人，视此人为救命恩人，重金感谢了此人。非也。那是怎样？此人被那落水的女人一脚踢晕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他就到了这里，他的名字里就多了一个字，由以前的张鹏变成了张鹏鹏。你这是在胡编笑话，来寻我开心？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倒要问你，你说的故事里，这个落水的，那个落水的，可是在影射那日在太液池里，我没有先救你。我可没有含沙射影的意思啊！您和那僵尸是什么关系？我一点都不在乎。您是太子嘛，将来注定要3宫6院的。别扯远了。你这么说，就是不信我说的喽？不是不信，但也不可全信。只是对你所说的事情，我不能理解罢了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在你说的那个地方，可曾婚嫁？哎，这个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嫁过人。如果我嫁过任何一个男人，我天打雷劈！太子殿下，我给你的解释，你可还满意？容我再想想。今日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好，那我先下去了，你好好想着。记得吃榴莲哦，很好吃的哟。